喺讀書嗰陣時有幸去外國度讀大學同埋碩士，過去呢20年亦都喺香港同埋中國裏面度工作。我發覺中國同埋外國嘅文化差異啊、人民生活啊各方面都係有好大嘅不同。過去20年，中國嘅發展突飛猛進，尤其是喺科技啦、軍事領域啦、國家安全啦、人民嘅生活啦，各方面同外國其實都有好大嘅距離。我記得喺外國嗰陣時，所謂嘅一個叫自由社會，其實外國人嘅生活嘅速度都係冇咁急促，大家都係比較享受生活。禮拜五嘅時候5點鐘就放工，禮拜六日就係多啲陪屋企人或者去郊外旅遊。喺中國過去20年嘅發展好快好迅速，我逐樣去分析下。科技領域我哋有最好嘅科技，例如機械人啦、人工智能啦，呢啲都係達到世界領先水平。我哋有好好嘅供應鏈，好多產品都係由我哋中國度生產。譬如我哋講嘅係國家層面，或者喺我哋本地層面，其實作為中國人喺中國生活都係感覺到好安全嘅。呢一啲咁嘅安全啊、國家發展啊、科技啊，其實都係帶來人民嘅方便。而我哋國家嘅領導人呢，喺過去不斷為我哋嘅人民作出咗好多努力。你睇我哋嘅中國人民嘅幸福指數，佢哋都好高，因為我哋生活成本或者各方面都好便利同埋唔係好高，所以令到好多人喺國內生活都係好有滿足感。醫療、教育各方面呢，都係有譬如醫保、社保啊、教育啊各方面呢，都係國家俾到好大嘅支持人民，令到佢哋生活係有所安穩。反過嚟喺外國，喺醫療、教育好多呢啲都係要俾昂貴嘅費用，或者佢哋全部都要買保險。我記得喺外國睇一個感冒都可能要去到300蚊美金，即係講緊2000蚊。佢哋病咗一場之後，可能佢哋就因為咁樣而去住喺街頭。呢啲喺中國就係唔會發生㗎啦。你話產業啊、科技啊呢啲領域，外國其實好多國家都唔能夠同我哋比較。尤其是我覺得印度呢啲國家人口亦都係好多，但係過去20年、30年，印度嘅政府佢哋冇為人民去付出好多、做好多嘢，所以今日印度亦都係一個好窮困、好生活唔係好愉快嘅國家。到治安啦，我相信大家知道，無論喺歐洲、美國呢啲大城市、南美，其實治安都係唔係咁好。好多搶嘢啊，好多入屋打劫啊，好多犯法嘅事情發生。但係喺中國，我哋有一個好健全、好安全嘅社會，大家生活都係比較安心。夜晚出街亦都唔會話感覺到危險。呢啲就係我過去呢幾十年對於中國同埋外國嘅一啲少少分享、少少感受。以上係我親身感受過去呢20年中國同埋外國嘅一啲比較。多謝大家。